喂，各位街坊老友記，我係灣區判官啊。咁啊，今日阿董生就多謝請我阿董生過嚟。阿董生做房地產中介做咗幾多年？應該都有頭幾有10年時間。10年。但我斷斷續續咧都有幾年咧就離開過呢行嘅，即係。但近幾年都一直都喺呢個圈度打工緊。咁點解之前就斷斷續續啊會？因為點講好咧？我哋呢行咧本身有時嗰個生意有啲又好又唔好，同埋我哋呢行流動性會比較大。因為我入呢行之前咧，之前做過陶瓷嘅，但係做嗰幾年之後咧，後邊呢10年基本上都經營緊呢行。陶瓷，即係嗰陣時係出口得定係？唔係啊，我係覺得當時唔係好啱嗰行，但我當時喺廣州做，喺廣州做，後嚟都做過幾年，跟住咧都翻嚟做翻呢行，因為我始終係三水人。係啦。咁其實呢10年你嗰個市場變化大唔大咧？之前都炒過可能1平方米都差唔多1萬蚊人民幣啦。唔知，淨係呢個樓盤都唔知啦。依家又回落翻去9000幾，可能再平啲。有啲都唔止。如果你問翻我依家啲樓價咧，可能去到大概10年前都有。10年前係差唔多10年前買樓嗰啲人，咁基本上就如果以投資角度白搞㗎啦。如果10年前買落嘅，依家攞翻出嚟賣咧就應該唔多。但係咧依家有咁啊，19年之前買嗰批，16年到19年買嗰批先打死硬嘅啫。係啊，但係仲要咧就係樓價咧係喺2023年咧係嗰個咩跌幅係最大。疫情後解封咗之後，反而跌得最大。係咯，點解咧？其實如果以你經驗或者可能你以你嘅分析，你覺得點解疫情嘅時候反而跌，疫情之後先至瀨嘢咧？其實呢樣嘢我諗唔明啊！當時咧，我公司香港03年嘅時候跌得好勁啊嘛。你哋當時應該沙士嗰陣嘛？係啦，跟住近期嘅話，其實都同三水即係同沙士情況差唔多，又係嗰陣時疫情係冇跌嘅。但不過依家咧疫情之後咧就開始跌。但初期我諗唔到嘅，我初期以為咧疫情係啊，因為初期諗住咧疫情放開咗之後咧，應該會個環境會好好多㗎。但點知嗰日啲開始到依家，其實都未，即係未見底啊！可以講係未見底，都睇過咗都仲可以跌，但係有啲睇翻啲中心樓盤嗰啲情況啦，嗱例如三水呢邊咁計咧，有啲偏嗰啲地方可能跌到60%以上嘅。例如邊個盤咧？開唔開得名？可以開得名。例如恒大有個樓盤啦，喺河口，跟住咧仲有保利啦，近住翻漁光南嗰頭啦。漁光南嗰頭。係啦，呢個大家知咩事啦？跟住仲有少少啦，去到嗰度咧，其實三水新城有個啲輝城嗰啲都係嘅，應該見到有成差唔多4、5成啦依家。所以咧，如果你哋香港人假如落嚟，依家你話買樓啦，以後話呢度係大灣區係後花園咁計啦，點講好咧？如果你問我咧，只能夠我以翻我目前情況，你哋覺得 OK 入手又入得到。係，算唔算入手好時機咧？但你話咧，會唔會等到踩到最低點？我依家真係唔敢答你。仲有一再低添。我睇過應該仲會有。其實你嗰跌嘅原因係因為呢度人口問題啊。人口呢度唔係好多嘅，因為我查翻啲相關數據咧，呢度咧。佢可能樓仲多過人添喎，應該。呢個冇誇張。冇啊，冇誇張，冇誇張。但係依家有好處咧，就係三水呢邊都唔再發展，再起樓嘅。暫時起樓應該講起樓就少咗，但係人咧就基本上固定㗎啦。我哋呢邊咧基本上有2個街道，一個雲東嗰個街道同埋一個沙林街道。我頭先查過個資料，大概有4、5萬人口啦。基本上都係呢批㗎啦，係啦。咁其實如果樓又唔會話，即係樓嘅話，其實我諗先，即係樓，即係其實一個供求嘅話，供係大於求，都仲未至於。而家係啊，其實同你哋香港差唔多啦。供係細於求喎。供係細於求，供過於求啊！供過於求係嘛？呢個供過於求啦，即係樓多個人啦。樓多個人啦，係咯，依家樓多個人咁，其實即係就算買得嘅投資角度嚟講，都買唔過嘅其實。投資肯定唔得啦，搞唔掂喎，揾唔到食。投資呢樣嘢肯定唔得啦，因為依家炒樓嗰批考未入嚟，講真啦。炒樓以前有炒樓噶嘛，嗱，北區點樣炒？有好多外區嗰啲啊，廣州啊、南海嗰啲、佛山嗰啲過嚟呢邊炒樓㗎。因為當時咧，佢哋嗰邊限購，三水冇限購。即係政府嘅政策會搞佢呢啲咪炒樓客出邊。係，因為炒得太行，當時話樓價太貴啊嘛。咁後嚟咧大家都清楚咩情況啦。依家炒到窿晒，咁嗰批客都未入場，
所以咧，你話樓價見底咧，肯定咁快啦。都仲未見底添。係啊。喂嗱，咁我上網睇過咧，其實依家網上好多嘅年青人咧，有個流行詞叫躺平。其實你覺得如果躺平生活嚟講嘅話咧，我個人嚟講，首先要有樓有車，咁呢個係必須要講嘅。咁其實如果響呢個佛山或者三水躺平咧，買完樓之後，仲有幾多積蓄，或者每個月有幾多被動收入，先至可以躺平得到咧？嗱，我打個譬如啦，有樓有車之後有100萬擺喺銀行，我計翻香港銀行嘅利率可能3%，即係100萬每年有3萬幾，其實你嗰3萬幾唔使供樓唔使供車嘅情況，你嗰其實夠唔夠到個生活？唔夠啊！一個月3000蚊啫喎，大佬。一日100蚊陰公，呢樣嘢點夠使啊？你唔使供樓都好難啊。所以咧，如果你話咧，你哋好似你哋香港人喺度買樓咁計咧，你一定要喺度可以謀生先啦。即係你除咗食利息，你起碼呢度咧，你仲要可以揾到錢先啊，大佬。係啊。係啊，其實如果喺大陸，即係喺大灣區有啲咩公樓工，你叫做一個啦。如果你講個風流工啊，點講好咧？呢度三水咧，我哋呢邊咧好多人入廠打工都有。入廠打工，但係你哋可能唔啱呢個廠啊。呢度好多廠，三水好多廠，三水其實主要係工業嘅。係啦，食品工業。係啦。如果呢度海天都喺呢頭啊，海天高唔係海天唔係海天，喺禪定，但係呢度都唔遠。喺禪定。如果呢度嘅話咧，應該就係紅牛嗰個可樂、健力寶啊、飲雪嗰啲啦，喺去到白泥嗰邊啦。如果你有近啲嘅，去到樂平嗰邊都有嘅。但嗰邊工資嘅話咧，可能一個人普遍應該6000蚊到，但係唔算風流工嘅，一日可能上班都要8個鐘到10個鐘。8個鐘。其實如果有6000蚊嘅，其實躺平㗎啦，我冇嘅。如果有得6000蚊加埋你銀行利息有1萬蚊都 OK 啦。咁你可以教其他投資㗎，例如你炒股，你幫佢談呢樣嘢，你有啲技術含量，咁啊叫咩㗎啦？有啲即係點講咧？都有啲專業知識，你先至可以炒到股嗰啲啦。即係如果你在於問個角度，你話想喺香港邊揾到大嚿錢，跟住上嚟大陸呢邊有車有樓，跟住食住利息，做嗰份工又唔係好辛苦，但係又剛剛夠使，咁啊呢樣嘢真係要深究，真係要深究。即係深究要你諗你做咩嘢，例如你可能要經營做間奶茶店嗰啲咯。但奶茶店咧，老實講句，因為而家10行9檔，同埋咧嗰個門檻都唔高啊，好捲啊，好捲啊！即係好多人開，你可能你呢度飲呢個奶茶 OK 啊，咁啊隔離又開間，咁除非咧你會唔會你哋香港會有啲咩配方嗰啲咁啊？可能其他飲唔到嗰種味係你都有，咁就 OK 啦，咁又 OK 啊，係啊。如果你呢樣嘢你自己又諗得過咁，你問我可以答到你啦。如果你話加埋有1萬蚊到，假如你唔使供樓嘅情況下咧，應該都算幾可以。1萬蚊係生活得幾寫意㗎啦。嗱，例如我哋可能2、3個人出去食飯咁計啦，按照三水嗰啲水平，大概100零蚊都可以地方食下㗎。都要地方食下㗎。1萬蚊再除以0.003。千萬、10萬、100萬，即係其實要300萬喺做定期，每個月咧咁就可以有呢一個1萬蚊嘅被動收入。但其實咧，我又有啲好奇咧，你哋其實喺香港上班咧係好咩嘅？即係嗰個周年節奏好快，做得好辛苦。其實係嘅，但不過你話同深圳嗰啲比嘅話，我覺得可能都好過深圳。其實點解咧？香港人我覺得佢生活比較壓抑。因為可能深圳其實呢種情況，深圳都係發生緊嘅。可能深圳仲會再嚴重啲添。其實深圳嗰啲人好多外地人去深圳打工咧，佢都係可能揾幾廿年錢，10年20年咁樣，可能5、6年佢揾夠錢，佢都翻去家退休啦，咁係咪先？咁我哋香港人而家同人哋都係想揾一嚿大錢，又唔係即係話大錢，總之揾某一個數量，咁然之後都想做㗎啦嘛，其實同喺深圳嘅外地打工人一樣啫嘛，諗法都一樣。係但係你哋香港會唔會假如果真係喺度落地生根啊？即係你呢度有屋又有車咁啦，但係如果你話啲醫療嗰啲嘢，你哋即係假如你買樓之後咧，你會唔會個身份都轉埋過嚟呢度？可能應該都唔會啊。如果唔會嘅話咧，你哋應該可以翻去享受翻你哋嗰邊啲醫療設施㗎。其實香港嘅公共醫療設施咧，
就眼好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我都幫襯過政府醫院，係我嗰時冚親個頭，照 X 光等8個鐘頭，係8個鐘頭，係因為佢公立醫院嘅你咩任何睇你同乜收費，我記得嗰陣時係100零蚊左右。即係可能你走去閹個盲腸啊，做個手術，你都係100零蚊。不過你做完個手術咧，因為好多人睇啊嘛，咁咪即刻掟你走咯。你可能呢頭圓個傷口，睇醫生叫你冇咩事，咁掟你走咯。即係唔會話叫你留院觀察咩嘢都唔使，就冇啊，掉走你㗎啦。因為佢哋香港嗰啲醫院嘅話咧，佢應付咁多。呢啲免費睇症係正常，係啊，因為公家嘢啊嘛，始終都係。有啲設施唔一定可以享受咁多啲市民可以享受到。係。但係我又唔係好明喎，但係點解咁有啲咩？因為我香港嗰邊都有親戚嘅，就我伯哋咧，佢哋年紀好大嘅，應該都有8、9歲，但係佢哋咧就好適應嗰邊嗰啲生活，因為依家已經退晒休㗎啦。係。但我聽我講咧，佢就算係等排隊咧，都會等㗎喎。係啊，咗啦咁多年。係啊，即係如果啲你嗰急症又唔得嘅喎，個醫生會睇下有幾急，睇下死唔死得，死得嘅話喐你先，未死得嘅話咧就擺下先。真係擺一擺咁，可能睇下譬如我嗰陣時個朋友，佢整親隻腳嘅，唔知咩十字韌帶啊，我總之隻腳因為少工傷啦，佢個手術行都拖佢成幾個月嘅。係啊，如果你睇私家嘅話，喳聲都係搞唔晒。我私家嘅話，我諗嗰陣時佢話連埋住院啊、手術啊、覆診啊，可能10萬蚊左右啦。哇！私家咁貴好多。香港嘅話，我驚佢嗰次診可能先100零蚊。係啊，可以差天共地嘅。醫療方面嘅話，我覺得大陸嘅話係抵睇咯，我只可以咁講。正常係嘅，因為我哋有時都睇到新聞，都話咧好多香港人咧走上嚟深圳呢邊話睇牙醫。係啊，睇牙啊，因為香港都貴嘅。係肯定貴啦。但係如果你話講翻三水啦，三水咧醫療方面咧，啲醫院覆蓋咧就 O K 㗎啦，好多衞生站啊，同埋咩人民醫院、中醫院都有。係呢度醫療水平係麻麻地嘅，即係可能比較。我見嗰啲醫院都係。醫院係新嘅，但係咧比較重少少嘅病症啊，都唔係幾 OK 啊！例如咧流感啊，好多咧睇唔到咯，睇唔到都會落去佛山睇咯。呢度咧基本上，如果你睇得幾日，啲病情唔見好轉，我哋全部落去佛山睇。唔見好轉就唔見好轉就係，因為呢度啲醫生都係咁樣。但係咧，我哋呢度去佛山就唔算遠嘅，如果正常開車計咧，大概40-50分鐘就點到㗎啦。係啦。即係呢方面咧都唔算話好嚴重，都仲可以有後果，因為呢度離城畢竟唔遠。係啦。咁佛山都算係大灣區之一啦。咁而家香港好中意去中山啊、珠海啊、惠州嗰啲地方買樓。其實你覺得佛山嘅同我啱啱講嘅嗰幾個地區比起上嚟嘅買得過？佛山好過呢度啊，不過佛山肯定有啲山佢好過啱講嗰啲，肯定好過呢度3倍啦。係啊。而且咧，可能你哋香港人咧喺佛山可能仲會適應啲，因為嗰邊城市化會比我哋呢邊好啲，人口會比較多。禪城區可能佢個區好細，可能等於我哋三水個雲東海街道咁大嘅，但係嗰邊佢就已經有成100萬人，爭好遠。所以咧，你話如果嗰邊開間奶茶檔啊，嗰邊都 OK 啲。新路啲，但係新嗰邊嘅話，呢邊就冇咁逼。呢度冇咁逼傑，同埋咧嗰邊樓價貴，呢度應該有成2倍，起碼都2萬幾起步㗎啦。係啊，除非你買得好舊嘅樓，除非你買得好舊嘅樓，可能去到1萬6蚊到咁上下嚇。佢哋嗰邊就買埋嗰啲城市配套㗎啦，都可以咁講。咁你喺佛山咧就多姿多彩好多，係咪？可能你哋香港人又會諗另一個問題啦。本身喺香港嘅城市咁熱鬧，可能會過翻嚟呢度咧就會清靜啲，可能會中意啲。但係有啲可能唔適應啊，走上禪城嗰邊買啦，可能會好啲。因為嗰邊的確咧嗰個城市嗰個感受比呢度係要好。而家工資都高啲。咁我出去睇下啦。係啊，我就可能過嚟去。望一望，應該有把口嘅，係有時嗰個我都未去過。咁其實多唔多香港人喺三水呢度買樓嘅？或者唔好話三水啦，就係佛山咁樣嘅。佛山咁遠咧，你有冇做過呢啲行咧？佛山咁遠咧，我扯唔到咁遠啦，因為我哋呢行比較局限，我三水基本上就三水香港度買樓，我接觸其實講真唔算多。唔算多，但係有對上成交幾多年前咧，有冇啲買？我同事又有成交過，應該上年。
上年，知唔知嗰個係咪可能幾多歲？都退休嗰啲，定係本身佢鄉下40歲到但係好似你咁後生呢就真係冇啦，真係。係咯，你見到最後生嘅行係幾多歲咧？即係你算後生嗰陣啦，成交咗嘅，成交咗啊！00後我都買過，可能00後03、04年都有啦，不過就唔喺度買，係湖南人。湖南係啊，好多湖南嗰邊走過嚟廣東呢邊謀生啊嘛，好多跑業務都好正常啊。係啊，即係可能我年紀大啲，我40幾歲，我見到好似我個仔咁大，人哋已經結婚生仔。買咩樓咧？哦，遠啲啊，去到綠包嗰邊買，嗰邊樓價就真係貴。幾錢？4000幾啊？4000幾？但你哋唔好走咁遠啊，嗰邊快價會啦。其實你如果香港人佢真係想喺三水呢度買，你嗰邊個地區比較推薦？漁江南嗰度又夠平，又近高鐵站。係啊，佢一日嚟到啦。係啊，呢個都買一個啦。嗰邊接駁交通就冇問題嘅，而且咧可能大部分香港人咧會中意翻啲回歸大自然啊，啲天然景色嗰邊都可以提供到。咁但係隨之而嚟咧，嗰類型嘅樓盤咧就有啲配套差啲嚟，啲生活配套你走翻過嚟呢邊行三倍大橋先翻過嚟買嘢。冇車你唔使自己出，可以咁講啊。第二個咧就係基本上嗰度出入咧就係三倍大橋，上落班會塞啲。咁其他各方面咁樓價肯定平，呢個優點咯。如果你感受到個交通會塞啲，同埋咧嗰邊買嘢會偏啲嘅話咧，嗰邊我覺得各方面都 OK，主要樓價平。係啊，同埋空氣其實都適合啲預算唔係咁高嘅想退休嘅香港人，想躺平嘅年輕人。可以咁講，而且咧高樓價又冇咁大。係啊，嗰度其實依家最近新樓或者二手嘅話，佢平均價錢均價嘅嗰個。其實上次咧嗰個 sales 咧 send 咗份俾我個，但係我當時冇 send 俾你，計過俾我大概7000蚊一方大裝修。7000蚊一方大裝修，係算平㗎。上次同你睇嗰間130幾方啊，好似80幾吧。係啊，90萬有賺，90萬就100個3出人。好似係，我計過好似89萬幾嘅啫，但係我唔記得有冇記到個方數，反正大概咁情況啊。嗱嗰邊咧就隨之而嚟咧就係住嘅人會雜啲嘅。係啊，即係有啲外地嗰啲僆仔啊。因為你知啦，啲樓盤佢個售價唔貴，隨之而嚟可能嗰啲消費水平高啊，啲素質都唔係咁咩嗰啲咩住咯，堆咗啲人喺嗰度啦。係啊，即係唔係話人車分啊？嗰啲可能啲電雞周圍走嗰啲咯。啲僆仔咪整下你咁樣啦。差唔多。嗰個景係 OK 嘅。係啊。咁除咗呢一個之外，仲有啲咩？如果係其實仲有，如果你要了解嘅話，仲有好多樓盤嘅，仲有好多樓盤。講幾個可能比較標青啲，好似啱啱漁江南佢夠平啊。咁我又講過夠貴啦。嗱，好似呢個樓盤旁邊有一個迴龍樂園啦。嗰度 OK 嘅，嗰度咧其實可以講得上咧係公務員小區嚟嘅。因為本身依家差唔多係3區目前最貴嗰個樓盤㗎啦。最貴啊！基本上係最貴嘅。上次喺嗰度，個價錢。其實就依家都平咗，都未去到1萬蚊，都唔使1萬蚊，都未即係最平嗰隻戶型啊，貴嗰隻唔得，貴嗰隻要去到16000、7㗎。即係望晒湖景嗰隻會貴啲㗎。係咯。咁其實自住嘅話係 OK 嘅咁如果投資，即係唔好話投資啦，想稍微保值啲嘅，可能係唔使諗。嗰度佢高峰期好似幾錢咧？高峰期嘅時候，如果買高峰期當時好變態嘅，回批差唔多賣到成萬蚊㗎。挑佢都賣成，可以交佢嗰批業主死人坑嘅真係，成100萬嘅屋可能交佢到唔夠幾萬都賣唔出㗎。應該有冇跌咗40成啊？如果我咁聽，我7000差唔多3成，差唔多5成。5成係喎，佢仲要二手賣出去，二手賣出去交佢幾萬賣唔到啊？5萬幾蚊賣唔到，100個買翻嚟，差唔多講緊5萬。哇！我哋平台有數據嘅，呢個可以睇到。你即係自住嘅話，其實仲有更加多嘅選擇。所以咧，其實咧，好似你呢類型啦，喺香港對呢度人生路不熟咧，其實你應該都有2個諗法啫。第一個咧就係咪即係買落喺度自住躺平，第二個就投資。係啊。投資嘅話咧，諗唔過啦，暫時就諗唔過啦，就咁樣啦。我諗大灣區除咗深圳，我唔敢講，冇乜邊個地方諗得過其投資30歲。因為咧嗰幾年太野蠻發展啦，地產。係啊。除咗深圳之外，係啊。咁除非你遇到呢有啲特別靚嗰啲樓盤啦，突然間跳樓價嗰啲，好普通，唔係即係嗰啲係好零零星丁嘅除外。
呢啲執雞事件，有啲執雞事件都會有嗱，即係唔可以話一棍打死，係咯。咁如果真係有靚雞執嘅話，其實如果香港人咁我哋買我哋呢啲流程，你係清唔清楚嘅？香港人買樓啊，唔緊要，如果唔清楚我哋做嘅決定。呢個清楚，呢個清楚。呢個我都唔知，因為即係如果你買樓計咧，如果香港人買樓，係咪跑過俾啊？而家設定俾錢啊，因為我了解過係咁樣嘅。一定要提供中國內地嗰個流水啊，流水你知啦，即係每個月要喺呢度有收入，但係一定要係中國內地嘅銀行卡。但係一個問題咧，應該卡住咗好多人開唔到卡。卡嘅應該唔係開嘅，開唔到喎，唔係冇嗰度翻工嘅，點解有流？係唔係講喎，係呢個唔得。你呢度開咗銀行卡，你喺香港揾嘅錢存喺呢張卡度都得。哦。但係呢家就難在你冇大陸嘅卡，大陸嘅卡你哋基本就開唔到，我問過。點解開唔到咧？你要喺度有社保，你點有社保啊？大佬？冇喎。你要掛公司先有社保㗎。知唔知銀行卡有唔知一類、二類、三類嗰啲？嗰啲好似唔知要一類嗰啲先至 OK 啊嘛。係啊，係一類卡先得㗎。一類卡添。但係依家無論你一類卡、二類卡，你都開唔到喎。香港人開唔到。你要一路有社保，你買都買唔到添喎，點樣用？你要掛公司先至買到社保㗎。即係嗱，搞個總結先。如果躺平咧，老實講，你問到呢樣係真係有啲難度喎。你躺平呢啲嘢，梗係有難度啊！你講到呢個真係好核心㗎啦，即係唔係話呢度有難度？你可能諗住喺香港揾100萬，跟住呢啲度俾首期供住樓，跟住呢個躺平可能有5、6千蚊個月加埋食物銀行利息，悠悠閒閒咁過啊嘛，有啲難度㗎。即係喂有難度，你周圍有難度啊，大佬啊！佢中啲揾食喎，大佬。中山嗰啲就會再有難度。其實都差唔多，因為我同你講，因為你謀生咧，大家好明白，你有啲謀生技能呢㗎啦。好似我做地產，我喺香港做到㗎。係啊。但我唔知你嗰個工作乜嘢，你太太工作做乜嘢？好似平面設計咁樣，你過嚟3都可以做到平面設計㗎。可能喺深圳攞住3萬蚊個月，呢度攞5000都得啩。咁你都有樣嘢好似有謀生技能㗎嘛。但老實講，呢度上班咧就肯定冇你哋香港咁辛苦㗎啦。你哋香港我處得好閒呢度蝦條啲咯。哇！但我即係喺深圳或者香港嘅謀生技能同呢度未必匹配到喎。你話有可能啊？真係學你話齋要匹配到先得。咁你除咗你做你嗰樣，仲有冇其他咩嘢唔知啊？係啦。呢樣有現實㗎，你揾食喎，大佬。係啊。咁呢度三商人都係除咗翻廠之外，仲會翻咩？咁做寫字樓工啊？有寫字樓工，寫字樓工就咁做文員前台。你話啲咩 OL 嗰啲嘅咩辦公室助理啲冇好細㗎啦。咁你起碼有少少技能，有啲可能要做設計啊，做啲咩 PTT 做廣告嗰啲嘢，呢方面技能咯。做廣告添。即係例如你有呢方面技能咯。可能你哋諗得最簡單，可能自己上嚟做下生意，又開下茶檔嗰啲，我其實講真一個好老實建議咧。你或者掛一個比較好嘅品牌，唔係話搞，即係好似你做星巴克咁掛星巴克，或者做嗰個內茶有個唔知乜鬼咩的茶咩霸王別姬啊，霸王茶姬嗰啲你掛呢啲咁 O 唔 OK？或者可能你香港有啲配方攞上嚟做，咁你有做㗎，好多人飲呢啲嘢㗎喎，即係我哋唔中意啊。我唔係佢同你點叫咩店咧？呢個好現實啦，呢樣嘢。嗰個叫咩店啊？即係嗰啲連鎖。連鎖。加盟店，咁加盟店咯，你可以加盟咩霸王茶姬嗰啲咁冇問題㗎，你自己計個條數啫。佢可能咧要你當嘢入主咯，可能要2-3萬，咁你自己裝修間店有10幾萬，加埋幾廿萬，自己條數計係點樣咯。但係咧老實講，我覺得你係香港人上嚟買樓，如果你有你呢種諗法咧，其實好正常，因為你喺香港咧處得太閒啦。但係如果做生意呢樣嘢真係要謹慎。咁樣冇嗱聲攞幾廿萬出去搞呢啲，唔好搞呢啲啊！因為老實講，你哋呢度又冇人脈，又冇剩乜柒都冇。但係嗱投資落去，嚿錢蝕都唔知去邊啦，係嘛？啱先啦。嗱呢樣嘢啊，即係朋友咁提醒啫。即係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咧，可能你要多啲上嚟呢度啦，上嚟三對好，去中山好。呢度啲人先會哇，他條幾多？梗係他條啦。即係我唔知係物欲，佢哋物欲唔夠高啊，定係其實根本就冇乜必要。其實冇咩物欲嘅，因為佢哋嗰幾樣嘢咧，有車有樓啫，要咩同我食間飯咁樣，同埋有個老婆啊，咁樣嘅狗，咁啊先係啲咁生活嘅啫。咁有2餐，身體健康，得閒去旅遊。
老實講啊，三島呢邊好多人旅遊㗎。都唔係使費咁高嘅，有講嗰啲食下飯啊，食飯唔貴嘅，唔係。嗱，好似我哋三個人去食咁，可能飲餐茶$100落晒口啦嘛。係啊。即係我哋講我哋個終極問題先。我哋之前講話有100萬，究竟嗱啱啱講過話，依家三水樓市可能100個以內已經買到啦。但不過如果佢租嘅話，租出去嘅話幾錢？或者可能我要租呢一層價值100萬嘅，我會佢幾錢租緊？我就會用咩例子咧？除咗如果樓市呢啲做得㗎。如果保利嘅而家租屋，兩個角度睇啊。如果你話想買間屋租出去咧，其實冇所謂嘅，冇所謂。梗冇所謂啦。幾錢租咧？嗱，我睇譬如呢度可能2000蚊到嘅啫。2000蚊，我100個買到啦，係咪應該？呢間應該差唔多啩，應該得㗎啦。差唔多。我當4升接近計咗100萬啦。差唔多。咁其實100萬，咁銀行嘅年利率呢土地啊，加得個2厘到啫。我當香港啦，如果用翻，我講100萬10萬10萬，即係佢3萬蚊1年，然之後再除以12年。咁其實一個月2000零，2500咯。咁其實我有100萬，我擺銀行。然之後我用呢啲利息嚟租呢一層樓1年嘅話，咁我都係打回本金，我手頭上仲有100萬現金。你覺得買好啊，定係租好？短期啊，租好啦，長期要買咯。你始終要面臨嗰個問題，你會年老㗎嘛。係啊，老咁點算咧？咁你可能最保守辦法租幾年之後再買咯。租幾年啊？租到你可能中年啦，去到40零歲啦。你再買，但係老實講，10幾20年後變咩世界唔知啦。係咯，如果咁樣我租幾年，層樓跌咗都唔關我事啦，係咪先？可以講。如果買完之後層樓跌咗，我得翻600萬先，咁我不如我走去租嗰幾年做好過。呢啲估唔到喎，其實。係你估唔到啊？長遠嚟計咧，你講係買好啊，定係租好咧？其實老實講句，最好就人哋幫我諗埋點樣樓嗰樣嘢。如果你問到我咧，即係唔係話我自己做本行計，咁你始終咧都要買，遲買早買嘅。都係要買，梗係要買啦！你嚟租屋租一世㗎。係啊。呢個冇可能租到一世嘅喎。呢個問題你始終要面對。所以咧，點解你話短期內去租咯？你租翻幾年，你租10年得㗎。但10年後咩光景又真唔知嘅真。係。呢個又真係好現實問題啊！因為當然啦，你而家你年輕力壯，覺得咩事都唔係事啦，身體又咁健康嘅話。但你又覺得若干年後，唔好話40歲啦，去到60歲可能開始覺得啲身體機能各方面差啦。如果仲係租屋咧，可能個屋主仲租俾你，租到60幾歲，我諗怕好難會揾到屋主會租到俾你啦嘛。所以咧，你始終要面對啲問題。係啊，即係個屋主佢自己唔租俾你，即係會面臨呢啲唔續約啊。係啊，到時我哋又要再搞多次咁樣。係啊，甚至乎自己屋企想裝修得靚啲，但不過因為係租嘅，你都唔會。係啊，本落去裝修啦。同埋一個好現實問題，你年紀大嘅話，屋主唔俾你啦，係嘛？好正常嘅。我得死咯。係啊，呢個死可能就會有啲極端啲。你年紀大啦，都驚你啲衞生都搞得差啲啦。係嘛？呢個好似好現實、好正常問題。我點解唔揀個後生，揀個老啲？係嘛？除非做緊好多咯。係咯，除非係咁咯。所以我覺得你買樓，始終你面臨嗰個問題，始終你始終都要買樓。跟住咧，下一個問題就你喺邊度買？喺邊度買咧？其實買二手定買新好咧？你覺得嗱，即係當然譬如話預算嚟講，其實兩個都買到嘅新同埋二手。即係可能三水樓有啲人會覺得，有錢嘅買新嘅啦，有啲人覺得好多嘢住都係要裝修嘅，我不如買二手嚟裝修佢。二手咧，如果遇到嗱，好似例如呢間屋咁嘅保養得咁好，咁買二手喎，但係睇個價錢差咗幾多。如果差幾多可以？呢個又真係即係手會買一個咧。呢個問題真係幾難答喎。如果好似呢個單位為例啊，我覺得起碼都有。或者你對上一個二手客，點解佢買二手唔買一手咧？即係除咗話買毛坯嘅，買毛坯嘅。咁當年我係買毛坯嘅，二手毛坯。二手毛坯冇嘢㗎，佢係啊，喺度自己裝修啫嘛。要10年8年前㗎啦，都冇所謂㗎。二手毛坯又真係應該幾抵買喎。二手毛坯抵買，單價係超平，然之後你自己塗裝。我當時買嗰間係咩咧？紅安花園100幾方賣咗68萬，6000幾蚊方啫，6000幾蚊方，幾多年青？
疫情前啊，我都高峰期喎，計，我主持好多㗎，我主馬翻嚟差唔多成100萬㗎，高峰呢個係吹水嘅真係㗎。啊，當時間幾年樓咁，應該計我都有6、7年。6、7年你都計舊樓㗎。係啊，呢樣嘢就同香港真係爭好遠。係咁多樓6、7年都幾夠下嘅啫。咁啊，最主要咧有啲佢啲物管跟唔上。係啊，呢個真係。係咯，呢個係真嘅，呢個係事實，呢個事實。喂，咁個物管其實有啲咩問題咧？你覺得？大發展商物管好啲嘅，嗱，例如保利有啲㗎，呢個真係呢個係事實嘅，同埋咧，佢 keep 住咁打佢落啊嗰啲都可以㗎。佢 keep 住咁多年都保養。其實你好簡單，如果你下次睇樓呢度附近用一個保利中景啊，比呢度舊10年到啊，但係嗰邊保持得仲可以。呢個真係呢個。喂，我睇下如果可以啊，就係同你要睇睇行嗰個環境有冇問題。好啊，係啊，即係個環境係保持得幾好嘅，但有呢啲如果本地發展商啊，例如啲唔係好出名嘅咩恒達花園，你啲客名聽講嘅東海南灣，東海南灣其實咧三水當時係豪宅嚟嘅，但係啲物管梗係差好多嘅一個本地發展商。你去到咩啊啲保安程度，見到保安全部啲落7啊歲啲老嘢，唉，咁啲炒霸咗喎，咁佢做乜？跟住咧你係自出自入，佢又問你唔識，咁又係一個問題。係啊，所以咧，你哋呢個真係買樓嘅話，真係要跟大發展商，要跟大佢，呢個係事實。本地發展商係會差啲嘅，呢個係事實嘅。即係唔好諗佢貪平，仲要睇一個發展商嘅聲譽。同埋啲物業，係咯，其實恒大爆嘅時候，其實你如果一樓市冧咧，關唔關恒大？冇得關，係因為咧係佢係嗰單嘢之後開始慢慢。嗰單嘢開始咧，你話慢慢冧咧，我就不好算啦。但係嗰樣嘢演變到咧，依家一手基本上你要買現樓，要揾啲人敢買。係啊，樓花保利咧就比較特殊，保利咧係成個三區唯一賣期樓，都仲有人買，仲有人買。其他嗰啲細發展商基本上冇人買，即係比較唔係好出名嗰啲發展商都唔會買嘅。但係依家咧遠嘅唔敢講啦，成個三區地區大發展商應該真係剩翻保利。淨係得翻保利，其他啲可能你哋未聽講過，我哋做呢行知啦。其實保利佢喺其他地區有冇都係發展，可能中山啊、都有好大。保利啦，呢度講句，佢最主要都唔係做地產，做軍工啊嘛。軍工係啊，飛機大炮真㗎，呢個又唔係吹水啊！呢條唔知龍嗰個，呢個係真㗎。最主要做軍工嘅地產點會搞唔掂啊？做飛機大炮㗎嘛。呢個事實啦，但係咧其他細發展商咧，基本上都係賣現樓。如果唔係賣現樓，啲人敢買嘅，唔定啲敢買。嗱，我數個例日啦，軒龍啦、雍悅、博雅啦係啦，仲有邊？碧桂園冇㗎啦，碧桂園好似都搞過佢啦。金融街啦係啦，全部買現樓啦，冇㗎啦。跟唔跟呢度有2個盤啦，全部買現樓，唔係現樓冇人買咯。係咯，大概咁咯。不過我諗下啦，傾完。係咯，你咁長一段時間，我諗你應該諗到最多嘅時候喺呢度點樣謀生？係咯，呢樣嘢而家要點樣謀生？呢樣嘢我解答唔到你啊！呢樣嘢我解答唔到。呢個真係要自己查。因為咧，我估你喺度買樓咧，最大嗰個問題都係喺度點樣謀生。好，唔緊要，我有另一個做保險嘅朋友，佢會解決呢個用策嘅問題。地產點樣運用你？首先唔好投資自住好。如果咧你謀生係一條嘅話咧，我諗你應該都會打算真係喺度買到樓躺平到啦，應該有咁。我咁樣聽完你講嘅話咧，所以有啲嘢我諗6000蚊差唔多嘅，因為清晰咗咧有啲嘢。係啊，即係清晰咗，尤其是好多年輕人想躺平啊嘛，香港躺平咗，佢翻大陸躺平啦。有去外國躺平嘅個成本又高，呢度好抵㗎啦躺平。即係再激啲嗰啲唔講啦，正常嚟講，我覺得睇翻中國內地躺平好過外國啩。你外國除非好發達嗰啲資本主義國家，嗰啲唔同啊，嗰啲消費水平好高㗎喎。係啊，你冇理由走去越南啊、泰國嗰啲躺平啊嘛。好歧視啊！真係有喎，泰國越南、馬來西亞、馬拉好多即係舊一批嘅香港人喺嗰度躺平。我哋呢啲新一批嘅話咧，成日都翻大陸廣告咯，要咁樣。係啊，嗰啲地方旅遊得，如果你叫我住喺度長住嘅，啲文化啲全部都唔同語言。其實係嘅，有時候啲咩急事起上嚟嘅話，如果溝通出現呢個幫我哋溝通嗰啲咩唔解嘅，都好大。咁大概就咁啦，仲有咩補充？冇。我諗啦，我就覺得同你傾咁耐偈，你其實諗緊個問題就係點喺度謀生。正常啊，
一係冇謀生，一係咧就被動收入啊！呢、個交俾我哋屋企。因為咧，你哋應該會諗到一樣嘢啦，買咗間屋咧，無啦啦喺度住冇可能啊，傻麼？係啊，翻唔到工喎又。節假日喺度住冇可能啊！好抵喎，又好抵買喎。呢度好抵買，係啊。但不過住唔到。係啊，點樣可以買完，然之後又可以住到，又可以唔使煩？係啊。咁咪諗謀生咯就係。而家呢度你第幾次翻過嚟呢邊啊？三四次就冇啊！即係感覺點樣啫？即係仲生活慢好多，係啊，生活慢好多。即係瞓到自然醒，瞓到自然醒啊！即係唔會話扯到你好行啊！我上班打仗咁樣，全部俾回到氣已經俾人捉咗去翻工啦！香港基本上，係啊，其實香港去揾得多，但不過佢消費都高嘛，咁所以其實你要賺幾多你都落唔到袋嘅。即係除非你賺完之後死慳死抵咁儲完咁樣喺度買完之後你睇喺度住得舒服啲，但不過點樣可以有地方收入？即係點樣可以謀生生活到冇得大發。咁又唔好揸滴滴喎，揸滴滴喺中國大陸唔揸滴滴嘅揾兩餐就可以嘅。謀生你哋講到嗰樣咩躺平應該仲可以嘅，不過你可能唔使得開咁耐車咁啊，一日揾翻100零蚊咁咯。係啊，應該仲可以嘅，夠你生活，搞下其他投資咁樣啦，應該有呢個問題啫。其實謀生老實講啦，邊知你一個人嘅諗法啦，冇人會諗噶啦，你去到邊度都會諗嗰啲，要有經濟來源有收入，你個人先會踏實㗎。係啊，呢個好正常啦。即係話咧，呢個都唔單止你一個人諗嘅問題，好多人會諗。你去到邊個地方謀生呢個好正常啦，呢度可以立足到呢樣好緊要㗎啦，係嘛？係啊。喂，講埋嗰啲早幾年買完樓嘅業主點樣解法先？蝕好多㗎啦，好似裕光南啲蝕咁多，蝕成4-5成，好誇張㗎啦。佢損手爛腳離場啦，執低嗰啲人有冇偷笑咧？講好咧就唔多過嘅，其實我同你講啊，個個人都有種從眾心理，樓價跌嗰陣咧，啲人唔敢入手，即係覺得個樓價仲會再跌落去，係嘛？即係個個會咁諗嘅，會唔會話你買完之後覺得會偷笑？除非樓價咧升翻去會偷笑。買完嗰啲又想升喎，未買嗰啲又想佢跌喎。係啊，咁正常啊呢個。蝕仆街嚟嘅。嗰啲咪圍城咯，即係買咗屋嘅就覺得。睇緊未買屋嗰啲人，未買屋咧就睇到買緊屋嗰啲人嘅心態，個個都咁樣噶啦，係嘛？係啊。嗱，例如呢度咁計啦，不過咧佢有一樣嘢大戶型咧，嗰個抗跌啊會抗跌啲嘅。嗱，買樓貼士啊，係喎。喂，呢個真。咁其實就算有啲咩買樓貼士咧，即係如果響佛山咁樣，首先大戶型抗跌啦，仲有啲乜嘢嘅因素可以令到抗跌嘅？咁啊，城市中心、地段地段好，係發展商。發展商係啊，物業嗰啲嘅嘢都係啦，同埋仲有話啲鄰居嘅素質，即係可能太過不可控嘅。你唔知佢附近住緊邊啲人㗎？係啊。若干年後可能間別墅都租咗俾啲人，會搞其他嘢都有可能，呢樣不可控。喂，有冇成交過別墅咧？其實有買過別墅，但係我買嘅別墅都唔係好貴，應該100-200萬啲別墅仔。即係裕光南嗰啲啊？裕光南別墅唔平啊，其實。係啊。裕光南都洋房平嘅啫。100-200萬別墅。保利雲上咯。通常咩人會買呢個別墅咧？即係有冇僆仔或者後生仔咁樣置業，我買嗰間別墅出嚟？都有呢啲。都有呢啲啊。例如咧，因為保利雲上咧近住翻去到，唔知點同你講，財經大學嗰邊近金利，好多唔緊要，我哋之後會問翻你話好咩？嗰度咧就交通就都算可以嘅，三水啲交通冇問題，但係佢嗰邊別墅咧都就好偏嘅，你出嚟買嘢嗰啲嘢就會比較遠，可能要揸車要揸成10幾分鐘。細路哥翻學都麻煩啊！住緊別墅都有啲保姆咯，大佬，或者有人家即係有個幫妹有個工人喺屋企幫佢食啊。好似有啲後生嗰啲佢都有阿媽過嚟湊仔㗎。係。呢方面咧，大陸咧呢方面風氣會比較好啲，基本上阿爺阿嫲啊，或者阿婆公都會幫湊仔嘅，幫湊孫嘅。係咯，呢個就冇咩問題嘅。好，係啦，今日到呢度，今日做到好啦嘛。OK，好，交嘅。